可以吗？有红吗？等一下，你先拿起来转过去看。白白的要等它熟，还没。它还没长大。这个呢？然后不要，它还没很红。你可以指，不要去碰它。这个够红了吧？够红吗？有够红的。新加坡没有这种郊外大自然的地方，都是市区。对，新加坡都百货啊。我想比他们还。其实每年固定都会带他们去采草莓，就是小朋友很喜欢吃草莓，然后就固定草莓季都会带他们去。家人来我也会带他们来采草莓。没有找到一个很红的，这个，你看有没有很红？ Hi everyone, my name is Andy. I come from Singapore. I'm currently staying in Miaoli, running a restaurant, a small restaurant business, together with my family. I have my wife and one son and daughter. 热水。我们是前置作业的食材比较复杂，开店很快，备料很麻烦。开店前汤啊、酱啊、配料啊、饭就有3种，海南鸡饭、椰浆饭跟白饭，全部都要独立煮啊。 白饭就是兑水这样子煮啊，那我们的椰浆饭就是用椰浆煮出来的，然后海南鸡饭就用鸡汤，就1到1个半小时可以完成。第一天开店，爆满啊，然后嘞，做不出来啊，然后客人点了，等了1个多小时。哦，真的？那有没有人生气走人之类的？有啊有啊。哦，好像有哦。其实我们第一间店是在新竹。 那当初我们住在新竹，我们会放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，从一开始就错了，我们没有把食材那些东西先用好就开店，对。那已经快有一点成果的时候，客人都流失了。你觉得说你踩到雷，你永远不会再踏进去那间店，对对对。后面客人就建议我说，哎，开来投份市区，好啊，那我就开在市区。 对，刚好我又是头份人。哎，对，刚好他又是头份人。对，那也是从小就是阿嬷带大的嘛，然后头份比较有故乡的感觉。就是从那时开到现在，这里就差不多5年，4、5年吧。所以你原本就会做料理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料理小白。怎么学的话，Google 啊，现在资讯很发达。 Google、YouTube 这些大家都会分享，就每一道菜就这样子慢慢磨练出来，对，味道是一样，我唯一调整的东西就是辣度，因为新加坡人都很爱吃辣，可能一些口味上会有一点点落差，可是香气那些就是尽量做的，最起码有7成像以上。妈妈有来台湾吃过，哦有。 还行啦，他就这样子回我。我爸也有来了，对，就觉得说我东西还行啦，少了一点点香气，还是不够辣啊。对，就是这样子的东西。要帮开吗？不用。我也只是问问而已。好，那帮我开好了。不用。帮我开啦。那因为我之前工作是舞者，然后当初就是有一段期间比较低潮，然后想要离开台湾一阵子，所以刚好接到新加坡的工作，那时候差不多待了1个月左右，然后就是经过朋友的认识了 Andy， 那时我刚好要搭飞机回台湾了，其实就是见他一下下而已。
就大概1-2个小时的相处而已，然后就觉得他蛮幽默的啦。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，应该隔了1个月了。当初第一印象哦，气质，很有气质，她让人家觉得说她有点像一个女强人这样子，对，就是一个会照顾自己的女生这样子。她第2次回来新加坡的时候，就开始就有联系，然后就持续就一直联系。对，就是一直找我吃饭，约我吃饭。你也在等我吧？没有啊。因为新加坡管得很严，就是每一次你入境都会有记录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可能你在新加坡做一些什么犯法的事情还是什么，他可以就是不让你入境，然后把你遣返回台湾这样子。所以我记得当初海关就建议他说，如果再有第3次，我可能就是直接遣返回台湾。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合法结婚，所以他才会提议就是结婚这件事情。去载儿子，接儿子放学。我们2个小孩，一个国小，一个幼稚园。儿子小1，女儿中班。女儿比较坏蛋，个性比较坏蛋，像爸爸。跟你比较像吧？儿子像我。一定要牵手吗？你害怕哦？嗯？一定要牵手是吗？要啊。我觉得有点丢脸。不会啦。很排斥耶。你好，哎，对。对，跑跑。跑跑。啊，放学了。这是拍电视的。对啊，这是拍电视的。你是不是看电视？来，过马路。找我们过马路。好像登记就是结婚了，住在一起，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大概半年吧，半年后才有了丁宝，都是意外，这一切都是意外。其实我们结婚就是都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块，比较想要2个人的世界，可以比较自在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是那是我们的责任，还是要顾啊。如果是以合格的爸爸来讲，真的是100分。老公呢？老公也是100分。那就好了。对，因为像小孩方面啊，都是他帮小孩洗澡，2个一起洗好澡、吹头发这些，他都非常有耐心。他可以顾好他们，他也可以教好他们。说1就是1，不能动就是不能动。可能不怕妈妈，就是要讲好几次，妈妈要讲2遍3遍才会听这样。那是必须的，一定要教他们。不然，什么东西就是都帮他们包办的话，我们会比较就会顾不到了。只是要花一点时间前面教会了之后，自然而然我们也会轻松了。对，你有摸过吗？有没有肥皂？有检查过吗？好。像等一下你们都要忙的话，那小朋友2个怎么办？上楼，偷偷看手机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无聊的话，妹，他们无聊的话就会下来楼下帮忙工作，
扫地拖地吧。还有嘞，你还有做了什么？我还有帮忙用餐，然后去。他帮你好，把它收起来。上楼。上好了，再下来吗？对。他们想要帮忙切东西呀、他们想赚钱啊。赚钱赚零用钱。大的啦，我的儿子比较喜欢赚钱，女儿就不会，比较容易进来跟我说肚子饿。所以，现在每天如果进来上班可以赚多少钱？一天50块啊？有时候50块啊？那你一般有想要10块餐厅吗？在新加坡创业跟台湾比起来，落差就是连店都还没找到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要有很多申请的那些政府批准的东西，然后再来它的金额不像说我们台湾50万100万就能开一间店面这样子，可能50万100万在新加坡开不到一个小摊位，对，然后在那之前要申请的程序都很复杂。碰到我们食材这些食安的问题都管得很严，再来，它不是随便开都可以，他们有指定的地方能开餐饮才能开。那在台湾是你可以去找店面啊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所以他找吃的人都会在同一条街，最大的差异是这样的，对，花的钱最多，可是人潮很集中。你要从上面扫出来。有啊。那这汤匙先给你洗。丢进来。所以这也是他的工作吗？对。可是他不喜欢扫地。对啊，我不喜欢扫地啊，很晚。你还是坚持吗？是因为有薪水吗？为了薪水。你是不是工作完才能吃饭？那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想吃什么？啊？今天晚上有没有想吃什么？帝王蟹。嗨，大家好。阿妈。喂，baby 啊，你叫我们打给阿妈哈。很乖哈我。有没有乖？有哈。哇 ，I love you。I love you。很好。好了好了，你知道今天阿妈想你啊？后面。我算一个很完美的家庭了，爸爸妈妈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。妈妈家庭主妇，然后我爸就是自己做生意。其实我每年都会被家长都会被叫去学校啊，每年都会，只是看多还是少，就是一年可能有1次就已经很好了，不然有时2次或3次这样。下课的时候看到妈妈怎么在老师的办公室这样，回家就被揍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小孩比我乖啊，对对对。我3月我过去找你，你放暑假过来了找我了。我回来了，天气好吗？要去买晚餐。我们一家4口。一家4口。我们全部一家人，一家人。我还要不要再添多一个？不要不要。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。加一个送过去给你，加一个。我问你哈，那时我要跟台湾人结婚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什么？那时候才几个月是吧？我说，真的吗？
真的啊。我还记得问我怎样煮，炒菜还有什么啊？哇，原来要拿去给他的女朋友吃哦！我怎么会想到要煮这个煮那个？哇，第一次煮给女朋友吃，哇，很感动哦。哎，有没有感动？有。不，等，我跟你讲一个物件。你嘴歪去。哎呀，无张嘴哦！哎呦，这不是静止画面。我很久要打多嘛，全家睡的。OK，love you，阿爸，拜拜，love you。照理来说，他们的规定是要固定每天，可是划一下手机玩一玩，他们就忘记要打给阿妈了。其实我妈很想要我把他们送回去了，她会想要帮我们照顾他们。所以你们平常大概都是这个时间点？哦，对啊，餐饮业只能这样子。有时是小朋友会比较早饿，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会自己弄吃的。我们对面也是我们家的，有点像我的中央厨房这样，那就是把大汤底那些全部都会在那边准备。我一直对汽车类的东西都有兴趣，就是想要换那个扛棒上去啊。所以打算做什么？汽车类的东西，就是跟汽车有关，电脑程序、国外进口的改装品这种。老婆一直都支持我不管做什么东西，她都蛮支持我的。他就跟我说我支持你不代表说我要跟你一起做啊。我是业务，银行业务。可是我一直以来啊，我的梦想其实就是，应该说我喜欢做生意，因为新加坡的事业模式有一点像胜者为王这样，你进去淘汰率很高，你要做得好才会有成绩，不然的话倒得很快。餐饮业应该就这样了，因为怎么说也是自己这5年以上的心血，所以不会放弃。但是我会想要开发其他的东西，可能就往我的兴趣那一块发展。我对车子、摩托车啊、汽车啊、性能车都很有兴趣，因为我在台湾这段期间，刚好也有遇到，就是还蛮不错的店家这样子，对啊，他也很愿意分享这些，所以就是也是缘分啊。我原本就是只是车子给他用而已，对，后面就变成朋友。就这2个，开什么嘴巴？对，那是我在台湾很不错的朋友，我的小孩都叫他鹦鹉叔叔。看到他的鹦鹉之后，就一直叫我买一只给他。主要应该是一开始就是因为大家也喜欢车子。那我们去同一个保养厂，就久来就大家都认识这样，他就不敢接近，都会互相帮助。来，鹦鹉叔叔，这我朋友，然后他是客家人，对。阿明，你家去哪里？没有啊，慢一点要过去店里啊，去晃晃。那你也会去吗？对啊。哦，那你们是直接过去吗？还是等下要先？肉带都吃到讲法都乖乖，迄咪讲外国人、内国人都冇对注意嘅啥人，都吃到嘅拍喺外国人来那边种菜，因为都买便宜嘅片，哈哈都给骗上。料啊，大椎骨，所以就是有几次都给我来，就长时间看才知道，这张人讲话乖乖，当我爱朋友，其迄慢人，
比如讲喺新加坡来呢边开店做生意，啊，本娘喺台湾，会当后背有动接来，开始有大嘴鼓啲讲，当地都讲，夹几当年，懵懵的，都知道动身区都咩很算热情那种啦，佢都接受乡下，咩地方，夹了又开个新加坡料理嘅，佢都来呢边上班，都叫来大家都懂寿司啊，等一下他还没吃完。好，我先去忙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小朋友咧下吃到佢上摆脾气同样咩冇当好啊，不过平常那样出来的时间其实都很蛮堂加 NDF 啊，然后加补养教育上他们的管教其实还算 OK 啦，对啊，只是有时候私底下的时候。Andy 会跟我说，那个在家里的时候讲不会听，怎么样。可是我是觉得小朋友可能小的时候就他讲唔堂啦，但是还算蛮乖的啦，但是比较好动。他刘海谁剪的？我啊，我剪的。还要再剪短一点啦，要剪短一点啦。昨天妹妹，我们都叫她妹妹哎，对。很久妹妹，你看她。要不要帮我们介绍这个姐姐是谁？你叫我什么？慧玲阿姨，她都叫我慧玲阿姨。对，就是我们之前的员工啊，然后很像家人啦，也好朋友，然后常常就是3不5时路过我们店，就推门进来，你们好。对，只要铁门没有关，我就自己推门进来。对，就像自己的家。对，像自己家让推门进来，所以就一直变成到现在，认识4年有了，对，4年差不多。客家人。客家老师。他是我的客家。我还教他客家话哎，对。都教我不好。不是，不会。老板吗？有很认真。讲几句。他想要融入我们客家本色，对，考考我学生。冇爱啊，他冇爱，他对，也有一段时间我很忙，然后就没有再复习了。对，很久没有复习了。因为佢到当年的地方来，佢可能没有这个压力啦。我哋的员工全部会就是体谅老板的心情，而且老板心较急的人，有时讲话可能係懂冇客氣，也係懂欠那樣。啊，唔過一下就好誒，咁樣唔會讓人計較乜嘅東西，懂好，面懂好。他只是可能會有壓力，因為這個都在台灣生活打拼，對，就是這樣。去找弟弟，看弟弟在干嘛。弟弟跟我都是从小住在同镇长大，然后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小毕业。同一个国小。同一个国小毕业。你走过去。离你们店很近的。对啊。Hello，我们来了。很忙吗？很忙吗？对啊。上班一下。上班，对，上班一下。可以。来就是你弟。对。这个是我弟弟。那个包膜店的老板。对，包膜店的老板。所以你们平常聊天的话题都会围绕在车子？大多都车男生就是会聊车子，对，就像玩具一样。对啊。那你觉得你姐对姐夫好吗？我姐对我姐。好好说话。就是其实就蛮顺从她的啦，就蛮支持她说做什么东西，比如说车子啊、餐饮啊什么的，对她做什么啊，我姐都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她这样，对，不管有没有成功，人家想法很多，对啊，想法很多这样，对啊，然后都会去做这样，对啊，就想做就去做这样，
对吧？就是享受过程啊，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还是怎样，对吧？就他一个是冒险家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对啊。今天那个新招牌在挂上。真的假的？电脑的吗？哎，对。是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反正他跟车子有关，他都有兴趣这样。对啊。他的想法常常在改变那目前的规划就是餐饮跟对面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之前本来想要开连锁店，可是现在打消念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。他现在就是找出他自己的兴趣，然后去做出他兴趣里面的车业这一块，我都还蛮支持的。因为其实他的规划都蛮清晰的，就是他想要做一件事情之前，他其实都会找我讨论，他不是擅自决定说，我今天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去做，然后我就说哦可以啊，你可以去做看看啊，因为毕竟你可能有这样的资源，你可能有这样的兴趣，你想做你就去做，你没有做你不知道，你没有试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嘛，就跟创业一样啊。其实会啊，对，它是消耗品啊，是长时间吗？对，长时间可是会比较不明显。会不会说我包了3个月后，它的颜色就变掉了？应该不会，现在的品质都还不错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年前的要备一些东西。有时间就加减准备啊。那今天要去骑车。下雨不是？对啊，就是因为下雨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地板湿湿的。明天也会下吗？啊？明天也会下吗？我看一下天气预报。会吗？明天会下吗？怎么像天气预报？你不是每次都会看天气吗？还没啊，还没看呢。那这样采草莓怎么办？啊？采草莓怎么办？如果下雨怎么办？那最好是多买草莓就好了。啊。我觉得婚前他对我的态度比较偏保守一点，就是中规中矩。啊，婚后其实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就是变得，就是人家说婚前一个样，婚后一个样，可是他的那一个样，就是让我觉得，更贴心，然后更爱那样子。只是他不善于表达那个词，如果用中文来表达，他其实不知道要怎么把它讲出来比较好听，他只会用他觉得知道的单字。举个例就我记得，就是当初我们会有结婚的念头的时候，是因为距离的关系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跟我说 ：“Baby， 我跟你说，我们长痛不如短痛。”我的下意识就是要跟我分手了吗？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然后我就傻眼，怎么会用这种词？可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可是他其实是想要跟我说，就是结束这一切的关系，直接结婚，这样。啊？我们自己在新加坡就有很多活动了，在台湾目前就工作啊。其实新加坡比台湾会比较有气氛，因为他们都会就是很传统的方式，像说拿着2个橘子去人家拜年那种，对，讲吉祥话，嘿，对，然后讨一个红包，还没有结婚前都可以跟陌生人拿红包，只要你讲得出吉祥话。是那感觉问题，它的那个金额不会像台湾那么大，但是就是那个气氛的感觉还蛮不错的。新加坡可以放鞭炮吗？不行哦，那会坐牢哦。政府放就可以，我们放不行。新加坡多种族，每一个种族的文化都不一样。大种族的话，就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但是都是新加坡人。但是我们用的语言就是统一就要用英文，母语就是英文，因为新加坡法律很严。今天如果说2种不同种族的人
人与人可能相处有摩擦那种。但是如果说有发生说，打架还是什么，法律上面除了就是打架以外，他们还也会被控多一个种族歧视。法官成功判定这一块的话，就是坐牢。对。明天就是我儿子满7岁生日，那我们今天因为爸爸妈妈会来一起吃饭，那我们会今天提前帮他庆生。他从昨天又跟我说，他想要一个礼物。他说不是玩具哦，不是玩具，我不是要买机器人的，因为他以往都是他要机器人。我说那你要什么？他说我明天带你去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我说好，我就等他带我去看。他说跟他的零用钱差不多。我说哦，好啊，你带我去看。我来台湾创业的时候，我原本的计划是我大儿子读书这一块啊，在新加坡会学的比较多。那我原本是想要把他带回去的，可是后面又发现到，把他丢回去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在台湾工作这些啊。那我们的生活还会在这里，那就变成是儿子一个人回去，有阿公阿妈照顾很好啊，可是自己会不舍得啊。对，他们从婴儿就是我们带到大，我们去哪里他一定会想要跟。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回去新加坡，把他们丢在这里读书，他们不会要，他们一定会想要跟爸妈一起。对，这个东西我比较不担心，就是我们以事业为主。跑跑，妹妹快点哦！什么？快点哦，我们要去吃饭哦。所以 Andy 等一下要带他们去哪里？去吃饭，然后我们再去桃园拜拜。妹妹的，这谁的？妹妹的。太多吗？OK 啦。开餐厅之前哦，也没有时间去那个，来台湾就直接安排开店的事。对，营业后就，放假的时候就会出去吃。基本上在工作时间，我们有时有空就看网络上南洋料理啊，还是什么，就会去吃吃看啊。对。pull up your sleeve。客家菜很好吃啊。那个什么大肠啊？姜丝炒大肠。对，姜丝炒大肠，客家菜。好炸！还有什么啊？我很喜欢的。哦，那个客家小炒。哦，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可以，对，那很好吃，味道够重口味了。你要吃肉吗？好，停。跑跑，帮我拿一点肉给他。好 ，OK， 给你。会，等一下会吃。要等一下。对，要等一下。泡泡可以吗？你没有笑就没有。哦啊！哪有人这样逃过去的？好，谢谢。这边。就是这里啊。坐这边吗？好。等一下，坐这边好了。来，妹妹放。我老婆找的。有啊，就拜拜而已啊。对，家人是这样，我就跟着拜这样子。对。好，我先写我的名字，你再写你的名字。所以是会定期来拜的。对，就是会有时间的时候就会抽空过来啊。谢谢好，农历12月27，农历12月
27。这个到时候也需要回来还愿。没有啊，这就只是拜拜平安这样子而已啊。就也名字有许愿的话就要啊，就是有求神明帮忙这样子，我们就固定就拜拜，一切顺利这样子。平平安安，泡泡是吗？平平安安。还要盖印章，要盖在名字上面，这样子。用手印吗？对，用手印。OK，let's go， 跟妈咪。要洗手。等下再洗啊。不是我要。哦，好嘞。台湾很好啊，台湾真的很好啊，就是步骤没有那么快，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多快多慢都可以自己去拿捏，那不会像说新加坡，不管你是一般的上班族也好，创业者也好，全部都很急很紧。这几年在台湾生活，我就觉得已经适应得很好了，而且重点是台湾有四季，新加坡没有，我还可以穿长袖。有时又穿短袖，新加坡标配365天一模一样，对，只要穿个衬衫长袖一定会透，会流汗啊，默默大元宝，招财进宝。好了，我们看来这边拜拜的人都会这样子，就是一个招财吗？摸了会招财进宝。拍拍拍拍拍，上拍拍拍拍。拍拍，还有那个济公的哦，济公，我们去里面拍扇子，拍扇子。现在我需要你帮忙。你帮我拿胶带一个，对，然后你去帮我找那边，去帮我找一些不一样颜色的气球。妹妹，阿妈来了，这是我爸爸。然后这个是我妈妈，我们今天要去庆祝大孙子的生日，去吃饭。我孙子的礼物我是没有呢，包红包哎，对啊，因为买礼物也是常常在买给他们。我当时当然是有反对啊，因为毕竟女儿到另一个国家，当然都会担心她在外面的一些生活方面，对。就是怕会会交到，你去，他比较容易会逗岳母笑，就是会讲一些冷笑话这样子。但是当然是听到有时候会觉得乐气，然后又觉得又好笑这样子。对。婚宴没有，因为我们不喜欢太麻烦。因为如果办婚宴，就是要顾虑到台湾跟新加坡的家人。那当初我们因为办的比较急促啦，就是登记的时候，那我们还没有计划好全部，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先以登记结婚为主。等到我们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，那事业比较进入轨道，我们未来可能也是就是会筹备婚宴这一块。合照，对，泡泡，泡泡来，泡泡这边，1、2、3，好。是打不了吗？没有啊，通话中啊。哦，有了。阿公，
是不是？妈妈，我等你呀，等到像长对啊，长颈鹿，你懂吗？哇，你在吃蛋糕吗？没有。哇，人家不庆祝，好多气球哦，还有蛋糕哎。哇，开心吗？哎呀，有红包嘞！哈哈，阿妈唱生日歌给你听了吗？1、2、3，阿公我们一起唱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还没有给你看。释迦母，你讲的话都有听到了。3月份见，哇，一起庆祝啊！越来越年轻哦。好了，切蛋糕。好，拜拜。Enjoy 啊 OK，拜拜。啊，你真好，给我一点点而已。没有。你要摸用跑跑。宝宝生日呢？对，跑跑生日不是我生日。今天天气流汗呢。对啊，今天天气怎么这么热啊？擦我的脚。早就知道，因为要在场。你还穿发热衣？你们知道现在要去哪里吗？采草莓。跑跑，你不知道？采草莓。跑跑不知道要去哪里耶。我知道。采草莓。跑跑不知道。那我们回家好了。没有，跑跑在外面看。我们去采草莓，跑跑在旁边看。好吗？坏。超热，昨天超冷，今天超热。妈咪，明天就会冷了。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每天这样子啊，一下冷，一天热，一天冷，一天热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较不会规划跟安排旅游这一块的东西。那对他而言，台湾比较偏不熟悉，他也不知道，垦丁有什么好玩，台南有什么好玩，就是要透过我才会去了解这一块。所以我想去，他是愿意带我去的，但是我又比较属于宅女型的，毕竟结婚已经8年了嘛，那还是会偶尔想要就是找回当初在一起的感觉，那2个人在一起的感觉，能够出游，当然也是希望。不可以用拔的。弟弟，你觉得这个有很红吗？跟我们刚才比起来，哪一个比较红？ 2个都很好。好，都可以。可以。先转一圈看看，看有没有很红。这里有看到吗？台湾环境我喜欢啊，可是我不喜欢大自然。这不够吗？哈，因为之前当兵有不好的经验，当兵会有那种可能说7天要连续住在森林里面，不能洗澡这些。对对对，可是偶尔这样带小朋友出来玩都还 OK 啊，就洗过就好了。洗过不要拔，拔了会伤到它。打探它。不要，我害怕。妹妹，你看有很多吗？你帮我剪的吗？你自己剪的。他的在台湾比较没有朋友，跟个性没有关系，因为他的个性到哪其实我觉得都可以交得到朋友。他新加坡真的好多朋友，他几乎每天都有局，然后每天有饭局啊，然后每天朋友都会找他，对啊。那在这里可能就是以事业为主啦，跟朋友作息时间也不太对，可能有双重的压力存在。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蛮喜欢台湾的。因为毕竟比较自由。干杯！甜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
一下就吃。等一下就说我还要。布布也吃看看。我给他吃。对呀。看看我们看起来不开心哎，你看起来不开心哎，还是不要买好了，不是吗？你买的太贵吗？然后你觉得我太贵会怎么样？太贵会不能买？还是你用你的钱买给自己礼物？要这个吗？不行吧？这不是他想要的。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你很想要的是哪一个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啊，对，就是是不是这个啊？这个是什么？战斗陀螺。这是你想要的。对。看你能选择这。那就买啊。好，你走了，去付钱哦。生日礼物。嗨。还有就可以结账哦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来。好。走了，泡泡走了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弟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很喜欢这个。妹妹很失望，你看，你可以跟她分享完吗？你要跟她分享完。我会跟你一起分享。没有。一起玩啊，很好玩。你看他，你看他。我来台湾的感受就是都很好啊，然后有一个很完美的家庭，然后也要感谢我老婆这一直以来那么多年都一直的支持我，然后谢谢你。在台湾生活也不容易啊！祝你家庭美满，小孩子快快乐乐长大，事业有成。老板，祝你赚大钱，买很多房、很多车子，到时候要带我去新加坡旅行，这样。Lee,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, your family. 不管你选择在哪里创业哦，爸爸妈咪都会支持你。Hi, baby。有时候啊，还是需要休息。那我们偶尔啊，还可以去约约会，一起未来就是走下去，加油。